惧被黑暗侵蚀，怪物从高地涌现，人们面临存亡的威胁，向天祈祷救世英雄出现，燃烧吧手中正义火焰，肩负重大的项链，比赛的考验，获得改变，超脱人类元首，拯救世界，黑暗不会永远笼罩正义的火焰，超脱人类赛亚之名量和擦肩，打倒怪物，挥出正义之拳，维护世界和平，人类安全，一次信念我们通过考验，有危险呼唤我们脱赛耶。光明之间，黑暗赶出地球，蓝天重现。一次信念，我们通过考验，有危险呼唤我们脱赛耶。比赛亚之名，我们看见正义的力量涌现，超脱能力，为了拯救世界，消灭黑暗，为了人类的明天。黑暗不会永远笼罩正义的火焰，超脱人类赛亚之名量和擦肩，打倒怪物，挥出正义之拳，维护世界和平，人类安全，一次信念我们通过考验，有危险呼唤我们脱赛耶。之间，黑暗赶出地球，蓝天重现。一次信念，我们通过考验，有危险呼唤我。